當進食高糖食物，血糖就好似身體入面嘅車輛，喺血管排隊進入細胞。胰島素就好似指揮交通嘅工人。如果胰島素分泌唔足夠，血糖就唔能夠順暢咁進入細胞，就會形成高血糖。當胰島素分泌充足，馬路上有足夠嘅工人指揮交通，血糖就能夠順暢咁進入細胞，馬路亦變得暢通。所以第一，我哋需要阻擋糖分嘅吸收，吸收少就唔會塞車，吸收得慢，車速亦都會平穩。第二，身體懂得調節糖嘅運用，胰島素按需要時分泌，同時改善胰島素抗阻。當閘門順利開啟，血糖有秩序咁進入細胞。